看见整个咱新闻因为新闻媒体呢，即时的就对啦。什么时阵、什么所在发生代志，什么时阵水灾这一面好是讲咱知影大概情况是安怎，一面歹是讲咱心拢底紧条条。事实呢，遮个侪的疫病侪人的历史所拄着的，实在是袂算歹，袂算解吼。咱看见上帝的怜悯，咱虽然这个信息真透明，总是咱心也爱伫种种的迄个信息的威胁的中间，咱心有平安。今仔日要用经历患难安稳愿望，而且佫一遍甲咱三甲来勉励，也互相来打气就对。互相对圣经内底得到迄个属灵的开力，互咱平安来度过这款疫情的这个宣布期。咱大声来祈祷。主啊，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伫遮阮谦卑伫你面前，愿你的神亲自来赏赐阮对你来的快乐甲平安。阮知影，毋是阮有偌才调甲熬，是因阮伫你怜悯的下面，我要享受上帝你的祝福甲平安。也因为阮的瓦靠，阮有快乐通鼓励别人、安慰别人，也帮助别人。愿你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互阮真侪快乐、真侪信心的准情。阮伫你面前要领受这个话语，求你带领阮下面的时间。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拄则咱有读两位圣经节吼，小等下咱由阮会继续来做一个学习啦吼。当这个拜中间，因为台湾有对武汉的包机倒转来，咱嘛有陆续有个个案，因为对转机也好，对逐位倒转来也好，突然间来发生出来。所以，互咱心内有源真大的恐慌就对。总是咱实爱感谢上帝呢，上帝怜悯啊，互咱台湾拄啊即阵小小佫一个独立的岛，所以咱会通伫政府甲官员因的用心甲大家三甲配合的下面，虽然有个案，虽然有迄款的迄个检验出正式的即个病例，总是拢有源会当伫迄个真好的病房接受医生好的照顾，咱嘛真欢喜听见讲有迄款得到即款感染的人已经平安出院这互咱心内有一个安心，讲咱毋通遐尼着惊吼，迄爱有足侪条件发生可能迄个致命的危险才会发生就对了吼。所以咱是要思考讲，事实即马惊毋是干那单独即个病症，咱惊的是规个世界的特殊，规个这个百姓，逐个所在的人要安怎伫安稳、愿望、信心配合的中间，咱通伫迄个所在来度过即个危机。因为当若产生恐慌吼，你讲叫你要安怎拢无效咱看见中国已经有发生几若位，听见即个问题，哇，大家起也讲因为为着保性命嘛，看袂着病毒嘛，所以即款情形，咱实在爱先为着这个事来做祈祷吼。即个已经扩散到全世界，即个大个国家已经60几国毋敢互中国人去到遐，所以这是一个全世界大事啦。咱真正大家谦卑，为着咱隔壁中国，特别是武汉这个所在，规个城、规个省拢封掉的，有迄个卡车司机出外载货转来所袂当转去抓伫高速公路顶安尼爬走，因为无人要互伊挖。这实在是心情的恐慌惊吓，包括咱一只船、一只游轮要入来咱基隆港，大家嘛烦恼甲惊甲。这个拢是因为人无法度人去把握着家己，到底我有健康无？我有感染无？迄款所产生起来的恐慌惊吓，佫较是咱今仔日所需要去处理较出安大的所在。咱为着武汉、全中国、甲世界，拢会当有效来控制病情，来祈祷，这病毒会当真正消除特别是这染病者，因有得到好的医疗，得到医治来祈祷安尼。咱也真正为着咱台湾第一线的防疫的官员勇士，佮因的努力大家人拢无眠无日就对，得控制毋通安尼像一滴水流出来迄种意思。实在是看见咱大部分人拢真肯定就对啦吼。
当然咱嘛袂使伤过头安尼讲，伤过头乐观，因为有甚物款病例要入来，咱拢毋知。求主保守因有健康、有力、有体力、有智慧、甲信心。特别啦吼，特别咱大家拢真咧期待、斟酌咧看讲，啊，毋知有甚物有效的药物吼，通发展出来、发明出来，啊，顺利来完成这个防疫的任务无？啊，真正这几日嘿，咱有看见一个消息，啊，真有感觉有一线曙光就对啦吼，有一个期待讲，哎哟，啊，这个药物拿出来吼，啊，就像咱一般的感冒安尼嘛，一般的流感安尼药啊食落吼，啊，上无迄种安尼救袂赴迄种意思啦吼。啊，拄啊，这个嘛是真好的一个见证，就是讲伫美国有发展一个抗疫的这个新药的公司，叫做吉利德，吼 ，Gilead Science。啊，这个研发新药的这个。因发现这个新药是叫做瑞德西韦，吼，咱遮医生人员拢知影，就知影这个意思。啊，这个药啊，吼，原来是进前就研发，得专门要对付非洲的什么伊波拉病毒的，哦，遐拢甲这些冠状病毒拢有关系嘛。啊，所以迄药啊，因佫提出来，美国有一个病例，有哪得感染着，赶紧互因讲，日子了后吼，啊，病情就控制落来吼，啊，会当。啊，就退烧啊，无副作用。哇，大家感觉讲，哇，这个药啊，哪会当？伊就随授权互中国，讲恁会使用这个处方落去，赶紧调这药啊，啊，看会当互第一线，因为袂赴通过人体实验嘛，就对啦吼。会当赶紧处理看，会当互伊控制落来啊无？啊，因为这个新闻，互咱第讲哇，一个望吼，看会当药啊赶紧出来无？第二是讲，这间公司呢，有两个故事吼，甲咱。有关系啦，一个是讲，这个负责在研发新药的，是一个台湾出身的女博士，哈，叫做杨台莹这个博士。哇，大家感觉讲哦，咱台湾之光对不？因为这个药方还有这个出身台湾的这个杨台莹博士，因为伊本身是生化的背景啊，所以领导这个药厂来发展这个药啊。啊，这个药已经因为进前就开始咧研发，唔是临时发生的，所以。看会当赶紧来帮助这个拄着，特别是中国遐尼侪人感染吼，啊，若有一款药啊，赶紧落去治疗，啊，无你什么病院、什么负压病房拢无够啊，啊，他要安怎就对啦。啊，他个互咱感觉讲，啊，这是这个杨台莹博士吼，啊，这间公司的这个创始者叫做迈克尔奥丹吼，啊，原来咱看这个公司的名，甲咱基督徒都真有关系啊，因为这个。Gilead Science 原来就是对圣经记列出来，记列吼，记列啊，记列是啥物所在？旧约内底一个名，啊，有几啊所在记载这个记列，啊，这记列原来就是伫约旦河东边的一个巴勒斯坦古早时代的一个地区的名，啊，因为这记列的所在吼，因为迄个所在出产乳香啦，吼，咱黄金乳香物料有无？咱迄阵耶稣出世的时阵，啊，无遐个。博士拢上家，就是其中的乳香，就是真好的药啊，就对，吼，对树啊所提炼出来真好贵重的香料甲药啊，啊，所以呢，后来就人甲伊讲，基列会出药啊，迄种意思，表示讲我会当得到医治，我会当得到健康的意思啦，吼。啊，他有几啊位记载这个经节，吼，创世纪，咱看见当时吼，约瑟要互人啊。这个未去到这个埃及的时阵，吼，啊，他创世纪记载讲37章25节讲，因坐落来食饭的时阵，抬头一个看，突然间看见一群伊是玛利的人，徛落岛，啊，对基列来，啊，表示讲，这个生理人呢，对基列啊，载足侪乳香，这个香油啊，个物药，啊，这个人，这个物件要去埃及卖好的介绍，吼，啊，这就是咧讲起，就讲，迄个基列就是对这个所在开始出现，表示几啊千年前，啊，遮都已经有出产这款药啊，啊，所以后来慢慢，互人有一款的这个期待，就是讲，若是对基列出来的药啊，哎，感觉会医治人就对啦，吼，啊，所以伫耶利米书嘛记载讲，8章20节讲，难道基列讲伊是约旦河东岸啊有草药啊出名吼，敢无膏药嘛？敢遐无医生嘛？是为什么我的同胞无得到医治呢？吼！后来，这个基列的这个药啊，成做一个医治的象征，就得到
健康的愿望。啊，伫19世纪呢，就伫即个黑人美国的黑人，伊就发展出一首诗歌，一首圣诗就对了。啊，非常出名的黑人的灵歌，啊，叫做主伫基列有乳香，有香的乳香，安尼就对吼。啊，是咱现在的新圣诗166首。啊，小等下我是要招咱伫祈祷的时阵吼，咱是来唱即条诗歌的副歌啦吼。主伫基列有香乳香，受伤会得到福道。主伫基列有香乳香，忧伤心灵来医好安尼。啊，所以咱一面伫为着遮个拄着遮个感染的人祈祷的中间，咱看见即间叫做基列的即间公司，伊发展出来药啊，拄啊好啊，甚至是毋是有适合着医疗整体啊，所有拄着感染的人会当有药啊来。哇！真正讲，伫久旱逢甘霖迄种感觉，迄种拗叫期待中间，迄个愿望来啊！啊，这是咱一个真大的期待，因为现在要防止吼，中国当要防止，要规个拢封锁起来，都已经袂赴啊，已经拢扩散去啊！啊，第二步就真正都要有药啊来甲医啊呢。啊，这是咱第二项爱祈祷的所在。第三项，咱来祈祷的是啥物呢？就是咱真正。拄着即款咱无法度通好用人的办法，完全来消除的即款恐慌、惊吓、患难的时阵，咱基督徒是一种反悔、谦卑悔改的心啦。谦卑悔罪的心，伫主的面前必须祈祷。因咱知影，伫旧约所有遐经历过灾难、经历过疫情，像咱顶礼拜咧讲起着阿伦奉主的名来洁净即个暴病，洁净即个以色列百姓，咱真正爱求主来洁净咱。所以咱伫祈祷中间，咱求上帝找天使，亲像拄则咱所读的经节，上帝要找伊的使者来保护咱，保护咱伫教会的环境中间有主赏赐的洁净圣洁。伫咱的家庭，是咱每一个接触的人的中间，主也施到伊的迄个奇妙的保护。啊，这就是咱。伫拄着危险的中间，修源一款的信心甲愿望的来源。啊，无咱甲一般的人共款，你会感染，我嘛是会感染。什么款的病毒来，无有人什么高贵甲无高贵，你有钱甲无钱，你有地位甲无地位，拢无法度。所以咱直接谦卑伫主的面前，用悔罪的心，并且祈祷，互即个瘟疫会当止煞，生命得到保全，搁明白，搁较明白。咱基督徒毋是干那讲啊。这个病拢无到我，安尼就解决啦。伊事实伫武汉这个所在，因为数字无明确，但咱知影有足侪人失去性命。那咱除了求上帝保守咱平安健康以外，检测有时咱的亲像伫武汉嘛，少着基督徒拄着死神呢，咱要安怎面对这个生命的意义？健康的人会着袂？有信心的人会着袂？虔诚的人会着袂？病毒有可能拢伫任何人的身上来出现。所以，当咱搁进一步较深的信仰是，咱明白，无论是生是死是活是苦难，咱拢要伫主的内面得胜。这才是咱搁较进一步的信仰。求上帝，互咱明白这个生命的本质，咱就无惊吓甲恐慌。所以，对付这个病毒的战役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毋是单纯咱这医生、这医学人员因得甲这病魔用生化科技，还是这种种的研发来对抗那点，这是外表这款的战役，内心属灵的征战。佫较是咱所需要面对的，所以求上帝互咱会当经历这个患难，犹原持守着安稳，持守着愿望。我伫安尼这2礼拜中间看真侪这款相关的资料，有一段文字真好，伊咧甲咱讲起着讲，圣经老早就甲咱讲起着安怎防这瘟疫的方法。是对旧约开始，若要讲这个圣经有记载已经3000几年啊，3000几年前，
圣经的智慧，甲今仔日医生、护士、卫生公共卫生人员甲咱教的，其实差无介济，差无介济。你就知影讲圣经伊的智慧才是足有价值就对啦，毋是一个太流行的一本册安尼。伊有几项的记载互咱感觉讲有影，甲今仔日咱所拄着疫情拢有关系吼。第一，即个圣经中防疫的智慧，就是毋通接触野兽的尸体，毋通接触野兽的尸体。利未记21章23到27讲，其他有死的白的细只虫，你若甲伊当作无洁净的。这是因为新法律的圣经较无法当足顺的台语。伊讲，什么人望到下面这的动物的尸体，伊就是无洁净到暗时。你什么意思？就是讲，我若去吸到我都爱较早都无违反卫生有些酒精来洗所以我都爱离开我的亲人，毋通去甲因接近，因为惊了我互这动物的遐无好的遐细菌。是病毒来甲我感染着，所以都爱曝日，互伊安尼遐病毒消毒，才会当倒入去我的布边，入去我家己的亲人的所在安尼。伊这25节到27连做伙啦，伊才会经节拢讲，一切有骹地的，骹地无分体的，无说讲反刍啦，咱知影迄个牛伊会反草，佫有骹掌的，佫有四骹的动物，是搬这的动物的尸体。爱甲衫洗互清气，毋过有关都爱无洁净。无洁净的意思就是讲，你爱隔离就对啦你爱小可安尼自我隔离，毋通去人群接触，才袂产生感染安尼。这是其中的一段第二项呢，伊讲毋通食无应该食的动物。咱足侪人都咧怀疑讲武汉所发生的，足侪中国人足爱食野味咧，愈野愈好安尼食蝙蝠，食遐咱看到足惊的物件，后人食鸟鼠咧，食鸟鼠有诶讲鸟鼠，安尼拄啊生出来，拄啊佫拢无问的时阵规只活甲吞落去，你甲看，听到到地拢会起加冷笋就对啦毋过足侪人就是爱食这，因为佫啉酒，哇，讲偌芳偌好食呢。但是伊讲毋通食，这无应该食的动物。这是利未记11章13到19节所讲的咱就这名单都毋免讲因为这有的动物有的鸟食咱都毋捌的伊就是甲这清单拢列出来，毋通去接触这。但你最后看内底有一个蝙蝠啦，上下骹有蝙蝠对无？这个伫野生的物件，拢是可能产生病毒的一个来源。有可能这个野生动物伊病毒对伊无关系，无问题，但是人去接触就都有问题，因为伊会产生变化。拄着要安怎？旧约的智慧到今仔日共款，咱无听见讲有个人对中国倒转来，你爱自主管理几工14日，圣经老早就讲好你若有这款病例，你都爱隔离14日就对啦。利未记13章第5节讲第7日，意思讲已经经过第7日啦，祭司来检查一下。当时的祭司有点像医生的意思因为祭司伊有上面的知识。你检验看人有清气无清气嘛？咱知影讲耶稣叫这得了麻风病的人若清气都要祭司检查看，有真正清气无？今日就是像咱的身体检查安尼，遐医生安尼。伊讲那这个犯错无恶化，无搁继续生炭，搁家隔离7天，拄14日这到今仔日，咱现代医疗人员嘛，家当作是一个标准这14天若无发生，所以咱台湾即摆上大的一个未知的物件就是讲进前都毋知影上有感染无感染嘛。迄规只游轮的人拢都来台北安尼北部安尼拍走，到底有对无对，咱拢毋知咧。咱都爱真正咧担心这14日，莫有发生，佫有病例。若发生真正规个北部要安怎控制？这是真大这挑战咱所有防疫人员的。这款的智慧就对啦，真往忙讲都无代志，因为无逐个人一定有感染嘛，所以这14日那隔离了，无佫有病例发生，咱因中国这边的交往已经暂停所以看会当，互咱台湾恢复起来吧。有真侪人祈祷讲17年前的SARS呢，经过
天气若较热，3、4月若热起来，啊，有的病毒就自然啊，毋知对倒消失去啊，因为迄温度一个悬，讲怎啊，毋知对倒去啊，变任何药啊较好就对啦。所以上帝出日头吼，啊，迄药啊消毒吼，比咱任何医药搁较好安尼。啊，那第四样讲，若有感染的物件物品，就爱甲伊销毁，甲烧掉。吼，这嘛是真下卫生的标准吼。啊，所以利未记者有记载讲，检查出这物件，最时爱甲伊烧掉。吼，因为伊有是会生炭，啊会生迄款迄落生菇就对啦吼，这拢爱甲烧掉。搁一项圣经内底讲，当咱拄着病痛、拄着艰苦的时阵，爱甲主祈祷，向上帝求救，求主耶稣来医治。马可因149-42节内底，咱拄则读的经节讲。有一个得着麻风病、太高病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甲伊求讲：，那你肯，你就互我清气。讲耶稣呢，动了恻隐之心，用手来摸伊，讲我肯你清气。所以伊身上的麻风病就立刻离去伊吼，伊就洁净。所以上帝伊的权柄超过一切的医药就对。上帝要施落伊的医治，甲透放伫咱所有的人的中间。所以无论是咱伫主的面前谦卑祈祷。其实是咱看去圣经所咱即款真正奥妙的智慧，咱用伫今仔日所有的医疗人员，拢是有伊的即个一个经验甲智慧的传承的所在。咱兄弟姊妹，咱真正伫拄着即款恐慌的中间，咱一面咱的政府官员甲咱讲，咱毋通过头的烦恼大家相争去抢迄个口罩安尼。你去抢口罩，一大堆人聚集伫遐，你原来无着，若毋拄好，迄个你去买的人吼，你说互你着着，你无采你咧买啊咧，对。另外，咱乖啊住厝吼，灵修读圣经，祈祷，看电视嘛不要紧，你四过去排，排队排甲无代志，煞变有代志。咱嘛有真侪咱的医疗的兄弟同工咧，甲咱提醒讲，其实毋是干那挂口罩吼。你个人的卫生更较重要，因为比如我挂口罩安心甲，就四过去拉趖、去夜市去看电影你的喙无感染着遐飞沫吼，但是你的身躯、你的衫拢有你要安怎？我口罩拔起来，搁乌白扫，搁蒙手，无采你挂规日的口罩都无路用啦。所以在提醒讲，咱有迄个足重要迄个卫生的知识，你的手吼。要经过足清气，洗好清气，消毒好，你才通摕物件来食。你才能摸你的面、你的五官，你的呼吸道安尼。这个拢是咱一面咱爱细致，一面咱嘛毋通过头惊吓。小钱去甲人抢遐口罩安尼吼。因为我甲食牧师平常时有时拢爱去病院去病院探访所以平常时拢准备口罩。我想讲奇怪，咱口罩欠遐济，毋知影讲真正欠遐济，因为足侪人平常时无咧挂口罩的，就对啦吼。总共就是讲，咱真正爱留护遐医疗人员，咱在座真侪医生，伊逐日拢去接触病人。你若互伊无口罩通用，甲抢来用，实在是足无意思啦。真正让互遐医疗人员，咱的政府嘛一直咧提醒咱，伫迄个危急的中间，心有平静甲安稳是重要。所以兄弟姊妹，咱最后要学习的是讲，经历着患难，咱要安怎得到安稳甲愿望？第一，咱对拄则读的圣经讲，上帝是避难所甲堡垒啦。这是咱基督徒信心的所在，因为圣经讲，伊要救咱脱离一切隐患。隐患就是讲，咱看袂到的攻击、病症。什么款的病毒伫倒位，咱看也无脱离一切致命的瘟疫，这是诗篇的诗人所予咱的一个应允。第二，上帝要拯救，伊讲不只是自然甲肉体的隐患啦，瘟疫更较适合咱灵命的安稳。意思讲，咱大家人拢无有啥物例外，拢会拄到这款的攻击。但是呢，咱除了上帝予咱有肉体的平安，除去这瘟疫的建造以外，就是享受咱生命、灵命、属灵的安稳。因为咱除去惊吓、慌乱来拍败
即个灵界的掌管者的攻击，因为魔鬼就是借这个机会要互你惊，互你对上帝失去信心，互你咱讲亲像无头苍蝇四过乌白撞。咱颠倒是爱伫主的面前讲主啊，互我安稳，互我平静，而且用快乐的心，逐日咱的生活特殊真正常，咱的营养有吸收，咱有迄个户外运动，咱曝日，互咱身躯吼，你本身就是一个风体就对啦，毋是靠外来药物，是你本身是一个真勇的身体，会堪接面对这所有的病毒。但是，即位咱拢知影，事实咱即个时阵嘛是迄个流行感冒的传染的时期，咱嘛是照常真细致提防，毋通互这个感冒来互咱，因为伊的伤害嘛真大。所以当咱有即款的安稳的时阵，咱就无过头去譬如讲去公众的所在啦，去四过人下客的所在，咱有安静、平静、较安稳的时阵，咱就有合一的心，咱会当帮助咱的社会，在拄着艰苦，也是拄着患难的人员，互因紧紧能得到好的治疗，有喜乐甲愿望安尼。第三是，咱来持守咱的信心，咱确信上帝的保守。诗篇91篇10到11节讲：灾害袂攻击你。祸患嘛袂就近你的家，上帝要找天使看顾你，无论你往倒位去，拢要保护你。这是一个宣告，也是一个信心，是一个确信。这是咱基督徒是安怎甲一般的人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伫遮。佫像是拄则咱读的经节讲，信靠主耶稣，咱要得到完全的洁净就对。麻风病的病人来到主耶稣面前，靠信心来得到医治，甲洁净安尼。所以对伫信心甲倚靠，对伫上帝的保护、天使的安稳照顾，到伫耶稣基督赐了医治，咱通对信仰中间领受到即款上大的恩典，特别是即款惊吓甲困难的时阵。兄弟姊妹，咱基督徒有平安的确据，即几项要甲咱三个学习。第一，基督替咱承担罪罚，这有一字无删掉，就是讲基督替咱承担刑罚，甲平安赐予咱。基督替咱承担罪罚。咱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讲：现在伊为着咱的过犯受害，为着咱的罪孽受地伤，因为伊受的刑罚，互咱得到平安；因为伊受的鞭伤，互咱得到医治。耶稣基督亲自来牺牲家己，耶稣基督亲自来用伊来代替，承担咱的过犯，承担咱的罪过。伊受刑罚，互咱得到平安；伊受鞭伤，互咱得到医治。小等下咱要做伙领受圣餐，伫这中间，互咱更较深刻去体会到圣餐的意义，是表示主耶稣替咱承担咱原来应该拄到的责罚，承担着咱原来应该拄到的这个伤害，但是主用这个，互咱甲伊做伙同齐道的时阵，互咱领受到平安，领受到医治。第二是更较深沉的，就是讲基督徒会去拄到感染无？会去拄到伤害无？嘛是会。但迄个时阵，你的信仰要安怎产生一个新的规律？什么人会当互咱甲基督的疼来记住？这是罗马书8章所互咱的经节。伊讲靠着疼咱的主，伫一切事已经得胜够存，表示讲咱用上谨慎的方式来避免这病毒的搅扰。但是有人可能是医生，可能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嘛有可能有的人是在服务公众的，比如讲，这飞行机的这个服务人员、公众小姐，这所有这客运的也好，车辆的司机也好，这个人拢是咧服务别人啊。伊毋是调工要去拉沙的啊，但是伊有可能会去感染到啊。
咱要安怎伫迄个信心的中间看见保罗先生所发来的勉励，讲什么人会当互咱甲基督的疼隔绝的？伊讲是病痛吗？是死心吗？这个经文无完整出来，咱知影讲靠着疼咱的主，咱无论生也是死，拢袂当隔断咱甲上帝的疼。这才是咱上大得胜的一个确信。咱的主耶稣虽然经历了死，但是上帝予伊对死过活，予伊坐伫上帝正边，这是伊赢过死的侵害，领受到迄个权柄来做王伫主的正边，这是咱基督徒最后上大的奇妙甲瓦靠。咱伫这段时间，真侪人拢去接触这个资讯，伫我伫看到这个资料，有几项互我感觉真感动啦吼。其中一项除了咱讲的讲，一间激烈的公司，伊发展出这款药物，互咱一个望讲，这个药物啊，真正有迄个医疗的效果，看会当大量制造，互人得到医治以外，对上时伫迄个这个武汉吼，就是这个武汉这个城市有一间教会，这个教会一间教会叫做楚角石的教会，一个牧师叫做谭尚华牧师啊，伊有写一张批，因为在网络拢随看会到吼，伊写一张批，望众人为着因伫武汉遐的基督徒也是教会来祈祷，伊讲为着武汉来求平安，为着迄个城市求平安。伊写的遐个文章吼，真感动人。其中有一段我感觉讲，迄是咱基督徒拄着上大的挑战的时阵的心态，我感觉真好，伫遮甲咱分享。伊讲，患难临到咱，是上帝疼咱的一种方式。哇，这种信仰实在是足无简单哦。患难临到咱哦，这是上帝疼咱的一种方式呢。伊讲，武汉的瘟疫袂当互咱甲基督的疼来隔绝，这疼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的。用这个话势好顶的安慰咱，因当咱甲主耶稣基督成做一体的时阵，耶稣基督伊有经历过死啊，但是伊过活，伊得到永恒的活命。咱基督徒有法度人信仰到这个程度，完全甲主耶稣基督结连，那安尼生甲死都毋是咱所会惊吓的。伊讲，咱伫伊的苦难内底有份，嘛伫甲伊的荣耀内底有份。基督的一切成了咱一切也成了基督。意思讲，咱甲主已经结连做伙啊，因为咱有信心甲主来同行一条的道路。这个牧师又讲，当伫这座城市内底，咱做伙面临着瘟疫，瘟疫袂伤害着主，那确实袂伤害着咱。伊说瘟疫这个物件，可能会伤害着咱的健康，甚至咱的肉体。但是伊写讲，若是伫瘟疫的中间来死呢，犹原是得见证基督，更加是进入去荣耀的机会。这实在是咱拄着无法度人用人的办法处理的时阵，一种信仰的深沉甲超越就对了吼。所以伊伫遮讲，各位兄弟姊妹，我鼓励恁靠着耶稣基督的疼来刚强。假使咱若是伫瘟疫内底，更加深刻体验死亡、理解福音，也更加会当深刻来经历基督的疼，甲上帝更加接近。兄弟姊妹，这个坎站已经毋是人家己会当解决的，是你靠信仰甲主结连，领受到这款的祝福，你甲上帝已经更加接近啦。最后，伊用这段经文来勉励，伊讲主耶稣，伊因为信经历了真残酷无比的死，上帝却予伊对死过活，予伊坐伫家己的正边，就是拄则咱所读的迄个经文。这个楚角石的教会牧师，现在伫武汉的所在，到底因的情形安怎？无甚物新闻新的消息出来。但是我相信因甲规个省吼，迄湖北省吼遐尼大，规个拢风险，就几千万人。迄若讲规个中国吼封锁的时阵，几啊亿人，食食免啊食食，交通免啊交通，
各种方面，这实是真正互咱感觉讲愈听愈惊。咱真正毋是人会当处理的。但是经历着死，基督徒嘛无惊吓，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赢过死。这是即间教会因的一个图片就对了，厝角头的石厝角石的教会。他上时最后一个，永远是一个见证。同款伫武汉这个所在所发生的，就是咱这两日看见一个新闻，就是头一个提出警告，迄个医生叫做李文亮，伊已经殉职啊，2-3天前，因为伊提早公开讲，咱都爱细字，因为这病毒袂通轻视啦。但是呢，迄阵中国的官员佫甲伊讲，你毋对，你黑白放毒，黑白讲话，来签一张悔改书，叫伊写悔过书啦。这是这个30几岁的医生，正平是迄张悔过书叫伊来写，但写就写，代志都发生啊，毋通讲嘛是着讲，因为即阵无讲已经伤慢啊。兄弟姊妹，这个李文亮医生一个过身的时阵，全中国特别透过网络，大家拢咧毋甘伊咧笑念伊，因为讲咱若听伊的话，早一天处理，是毋是着减少足侪人来死？所以有人伫图片内底写讲，伊是一个用生命点到迄个愤怒的火的一个普通人，是人家咧甲写。有人开始用迄个卡通的迄个话讲这个世上无有迄个对天落来的英雄啦，只有勇敢踏出一步的普通人。伊就是讲，这个李文亮医生，伊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伊都敢徛出一步，讲爱细字哦，病毒来啊！但是因为伊家己可能去接触病人，伊家己感染着，佮医疗人员无法度通随时甲伊做医治，因为即几工有一寡咱台湾的专业医师讲。伊款医疗方式都无毋对咧，白白一个生命失去。毋过，伫即个故事中间有即个文章咧写讲，即个李文亮医生是一个基督徒。有人写一段诗咧纪念伊，咧孝念伊。伊讲上帝事实要透过即个医生来见证主的救恩啦，吼。他有传出一篇，即个李文亮医生，伊讲这是伊的太太整理好发布出来。当然是网络，咱毋敢讲100%是毋是真正伊手写，因为我看迄文字写甲有够感动人。我讲一个破病人，我拢遐后写，我毋知啦吼。但是伊就讲，这是伊的太太整理出来。伊写讲，这世人我无想要较重于泰山，咱讲只有重于泰山嘛吼。毋惊轻于鸿毛，我唯一的心愿是希望冰雪消扬了后，咱众百姓犹原挺即个大地。假使有人若要纪念我，请甲我起一个小小的梦牌，毋免伤大，只要证明我捌来过即个世界。讲我的梦牌只敢若写一句话就好。伊讲伊捌为着重生，就是一般为着咱的百姓讲过话，安尼就好，因为。伊成功但是伊却失去生命。也另外一文章写讲，有基督徒的医生足毋甘即个少年医生来过身去，所以写一段诗咧孝念伊啦吼。写讲再见啦，南下的亲人，永别武汉我的故乡。但愿恁伫灾难过了后，也记得捌有人尽力，互恁较早知影真相。但愿恁伫灾难过了后，学会晓正直，无阁互善良的人，阁遭受无尽的恐慌甲无奈的悲伤。然后用提摩太后书4章7节来讲，即个李文亮医生，伊勇敢的行为，讲迄个美好的箭我已经拍了，应该行的路我已经尽了，动手的刀我已经收了，对打以后。有公义的免流，为着我来存留。兄弟姊妹，咱对圣经伫咧面对这挑战的时阵，我真期待兄弟姊妹，你一面守望，为着咱的牧师有印一张即个荒野的即个广告，
业伫咱的周报内底，内面有足侪项的祈祷文。我希望咱一日，也是一日为着这个事祈祷一遍，为着这个拄着患难的人祈祷，为着这个挑战的人祈祷，为着你爱伫中国拄着陷害的人祈祷。兄弟姊妹，拄则咱有唱着这条，有看到这条诗歌，我毋知请咱的同工吼，甲拄则迄个，这个激烈有乳香。这条诗歌，咱甲跳到头前，有这个激烈的诗歌166首，咱用这条副歌来唱2遍，有人会晓唱来做。咱看这条诗歌安怎来？好，咱伫头前哦，伫头前吼。咱先听一个音乐，这是乌人的灵歌。这条吼。会晓唱，来唱2遍来。主的天，生沉在所有，主的纪念，无旁诸有。忧伤心灵意，副歌咱搁唱一遍，用这个主的爱，无旁诸有，忧伤为的何等，主的爱，无旁诸有，忧伤。咱细声，最后搁一遍，然后咱要来祈祷。主的脸，无旁诸有，就像为的何等。主的脸，无旁诸有，就像心灵。兄弟姊妹，咱下面要为着这个事来做祈祷。兄弟姊妹，咱伫这个青色的这张防疫的公告后壁面有一个大多数项。拄则咱伫讲道中已经讲过，我简单提起。第一，咱为着全世界防疫会当真顺利成功来祈祷，求主怜悯，互咱有这个医疗人员。会当发展出好的药物，通医治。咱为着台湾第一线的勇士、防疫的官员祈祷，互因有智慧信心，会当互咱台湾得到平安。咱为着武汉对中国所拄着这个病情来祈祷，求上帝互因有好的措施，紧紧互这个疫情会当止煞。咱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为人这段时间有缘爱出入，伫外地旅游。也是接触人群，求上帝赏赐因真正平安，也求上帝，互咱伫教会咧聚会，这个空间有充满着主的保护、天使的保护，互咱伫遮拢完全得到顺遂健康。咱大家做伙开声，为着这个事来祈祷。主啊，主我上帝感谢你的恩待甲保守，你的怜悯甲平安常驻伫阮中间。阮奉你的名来祝福阮全世界这肺炎的病毒扩散的中间，全世界这医疗人员、这卫生专家，会当真好的措施来控制病毒的止线，染病人得到医治。祝阮台湾第一线的防疫勇士甲官员，求上帝赏赐因智慧、能力、信心、健康，互因所做的措施拢有效，通互阮台湾成做一个平安的所在，是一个安稳的所在，是一个健康的所在。主啊，求你也保守，互阮伫这个拄着疫情影响的中间，各地无论经济、产业、交通、观光侪所在，拄着重大打击，求你也保守，互阮真正得到完全的恢复。阮特别为着兄弟姊妹祈祷，求你保守，互阮伫这个疫情的中间，无论工作、就学、徛家，也是出入平安，有各项有效防疫的措施。互阮逐项拢得到顺遂，兄弟姊妹中间有的人爱接触到这个病人，有的人爱工作的服务，有的人爱出国来做这个公司，也是去中国服务的兄弟，求你亲自来保护因，感谢你恩典，
帮助阮伫教会中间即个空间有上帝你奇妙的看顾，大家出入拢得到平安。爸，阮的上帝，阮互你的名来祝福，互阮伫即个艰难的中间，伫拄着经历患难的时阵，阮犹原有安稳、甲愿望、甲信心。主求你保守阮兄弟姊妹，一面为着正人的健康守望祈祷，一面也有主你的保护，阮拢经历即个患难，互阮的信心更加徛在，互阮的信仰更加更新，互阮伫主的内面经历了上帝的平安甲喜乐。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